养猪最重要就是让它干净。地板维持干燥，不锈钢厕所方便清扫，还有古典音乐。谢旭中牧场里的猪儿们像宠物般住好吃好。没有闻到味道，是因为我们都用活菌，给它吃活菌，像啤酒酵母就是有酵素。酵素帮忙分解粪便气味，在猪身上、猪舍里都没有预想中的刺鼻气味。谢旭中的猪肉摊也常让人惊讶，在屏东内埔和新村一个客家小村落里，会有花上百万打造的专业肉铺，不输都会区。传统猪肉摊它是就是用分切就拿走了，我们还要帮它真空包，都用得很干净。所以我常想说，来我们那些消费者是到进厨房是不用拿刀子的。即使是免费赠送的猪皮，也处理得干干净净。学畜牧有 EMBA 学历的谢旭中认为，秉持专业，格局会不一样，也打动年轻人加入他的猪肉团队。我说，我绝对会让你来这边上班是有尊荣感的。使命感是要打出6堆黑猪肉的品牌。谢旭中对自营牧场的黑毛猪品质深具信心，但坦诚高品质反映在售价，在乡下形成消费门槛。幸好逐渐有乡亲认同他。2天来一次报道，2天来一次报道，来吃他猪肉，真的没有那个瘦肉精，所以我感觉它的品质非常好。复合店卖 barbecue 是谢旭中想带动整个内埔客家庄发展而想出来的。他说邻居也开始计划开店，也许接下来猪肉站周围会形成商圈。我觉得尼采一句话触动了我。有强烈决心的人将无所不能。黑马雞本唔送到，是什麼啟發了你？陪你做的，捱埋做的。陪你做的，捱沒做的，別人可以，我也可以。想讓國人想到黑豬肉，就想到屏東內埔，堅持不出走。朋友口中的 local king， 一心想為家鄉努力。黑馬雞本唔送到，陪你做的，捱沒做的。黑馬雞本唔送到，陪你做的，捱沒做的。謝謝鍾怡老師。